句説話咧，其實係寫重嘅呢個創辦人梁建章佢創辦嘅時候同我嘅阿媽講嘅。跟住仲要就係真係冇一件事可以俾你做得好有成就感，但係零風險，冇可能㗎。因為所有事情都一定有風險嘅。佢自己講咧，其實佢喺99年嘅時候咧創辦咗呢個社場啦，即係 Ctrip 啦，亦都係中國第一間在線嘅呢個旅遊服務公司。4年之後咧，亦都成為咗全中國最大嘅一個旅遊公司啦。不過因為之後咧勁大嘅競爭，大概喺10年之後咧，即係2013年左右咧，佢就遇到好大嘅挑戰啦。因為競爭對手咧，大家要搶市場啊嘛，咁個價格上就打落非常之低啦。咁大家就根本係冇辦法去生存到嘅。咁其實嗰陣時嘅呢位朋友即係梁建章咧，佢已經係離開咗社場嘅。咁但係佢見到自己一手創立嘅呢間公司面臨咗一個好大嘅問題挑戰，佢再一次翻嚟個地方執掌翻，然後真係亦都再將呢個品牌咧再推上去第一名。因為之前可能第一名錯咗一段時間啦，太多競爭啦，慢慢咁